北海道是台湾民众上爱去的旅游地点之一，其中第二大城市富良野市，目前来到成功山岳台南西门店参加日本商品展，展出因上丰富的农特产，俾互民众唔免出国地当享受。其中除了薰衣草系列的物产，因上界出名的葡萄酒，更是展示的一大焦点。有摕下世界酒类评鉴金奖，以及全球绝版的50周年纪念酒拢有。嘛，因为该市今年8月已经甲台南地价友谊城市，所以13号市长委托嘛特别到场徛台到宣传，欢迎大家拢来日本店试试。富良野市是我们台南的友谊城市，那也借着这个机会，让更多的台南市民朋友们，还有台湾民众来认识、了解富良野。那我们也签署了多方的交流，包括学生文化、体育的交流。这方面也会把台南的好吃的芒果跟凤梨介绍给富良野市，双方对等。那也希望说，借着这个物产交流、文化交流，牵起双方友谊的桥梁，让更多的日本民众跟台湾的民众互相彼此认识了解。台南甲日本富良野市地价为友谊城市以后，嘛期待双方伫观光文化、农业物产以及体育方面拢有进一步交流。邀请大家把握机会伫11月20日进前前往参观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